来看总预算案的合议案，获立法院好决。监察院今仔是宣布讲，要申请实现甲暂时处分，嘛强调讲，监察院是上大的受灾户，业务费拢互抬了了，影响到运作。针对那也最近批评讲，下乡宣讲目的是要帮罢免来占声。行政院长邓英台是强调讲，因的目的是要向国人来清楚说明政策。 总预算案、复议案伫立法院会去互拿白联手否决。监察院认为因才是上大的受灾户，强调业务费去互删除超过96%，严重影响机关的运作。即马因正式宣布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。我们目前真正非常严峻的一个处境，我们监察院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。 进前行政院长杜英台就强调讲，会找必要而且合法合宪的救济。不过行政院敢会得咧提出宪例，杜英台并无正面回应。针对在野批评伊孝训时去宣讲是咧助攻罢免，杜英台回应讲，广义来讲是甲民众说明政府的政策，这并无问题，主要是弥补伫国会内底时间无够说明的情形。如果国会里面的委员先进能够因此更了解行政院的立场。 更了解政府的需求跟人民的呼声，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。国民党17宣誓要推动反废死甲反戒严的公投，不过杜英台认为讲这拢是无存在的议题，强调2个月前才执行过死刑，代表死刑伫国内是合法的，并无废死的问题。因若戒严，杜英台表示，即马台湾无任何时空的条件来宣布戒严，以后嘛无可能。只有中国国民党有戒严的经验。 也只有中国国民党不知道戒严的痛苦，也没有可能在今天往后有任何戒严的可能。不要在黑暗的房间找这2只不存在的黑猫。杜英台还阁反倒转来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敢是忝啊，呼吁大家把心中的焦虑甲偏见放下。不过2项公投拿赢罢免式的推动，条也唔拿伫罢免的议题攻防，未来公投案嘛会成做交锋的重点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